来，我来 share 我的 screen。好，好，来开始。等一下，我该记一个。第18页啊，吼，上尾一撮。好，开好。这段好，林内好论最刚以前温群。应该是温群啦，吼，一个哦，太一个飘一个第五条，好，应该是第一条的。拍摄，温群吼，温。所以应该是调对不？第一条温。安尼哦，温群。好，好，我记一个。好，温群，好。温群最刚了哈，温群最刚，所以是温群。嘿，好，对天光到日暗，罕得休困，各以真为堪的受艰苦，也为伫林内。了解。出外说教，顺教会以凊彩大。了解。我就甲头前迄个念较顺的讲，各以真为堪得受艰苦。哦，真为堪得受艰苦。对啊，拢练过做一个念安尼。好，也为伫恁内。出外说教，顺教会以凊彩大。行路以凊彩大。凊彩大。爱变好凊彩大。再当规句连起来，要就变长去。凊彩大。行路吹风。拍日吹风拍日了解。行路了解。迄个吹风拍日。头前啊读假音拍日。拍日迄个吹风。就是吹风啦，吹风是泉州腔啦。了解。好，行路吹风拍日爬山落岭。落岭是啥意思？我伫咧问落岭是啥意思？落岭落到啥物所在？后壁是辽溪啦，所以这头前落岭应该是啥意思？就是爬山过岭安尼意思啦吼。就是落岭，查一下好无？看有即个动词啊，落岭。若是伫迄个找台语，台语无修即个词，是伫找台语有一个 embry 代因词典讲落岭就是落山。落岭。descend 落岭，歹势，我变成我拄则是读毋对音去，落岭。落岭，好，落岭。无，我读对啦吼，落岭，因为 LOH 读做落嘛。落系啊。我读做落是 LO 尔，第三声啦。第落岭落LOH，对啊，落雨是安尼啊。我拄则我之前有听过一个讲法，讲若是落啊，落音，读毋对啦，落岭安尼吼。你讲歹势，你讲。我之前听过一个讲法，讲若是OU，也是 OO 迄个长的音，后边若是讲落音是 HPTKH 迄个 O 加 OU 都袂分，就是 OU 嘛是会写做 O。就是你讲意思是讲，落甲落拢会写做 LOH 就对啦。安尼是要安怎分别讲对一个音？我嘛毋知呢。敢若敢若就是我嘛毋知呢。我记诶是安尼啦吼 ，LOH 就是读 O 啦吼，无 O 啦，O 是要安怎写？像你拄则，那像拄则讲迄个落雨，敢会使？敢有即个字？真正
我嘛毋知。对啦，这奇怪吼，因为我一时啊，我毋知讲啊哪，但是我就想无有这种音啊，哦音，好，哦，敢有哦哦，无咯个咯，嗦，但是嗯，个咯嗦有啊，有这个的音啊，但是嗦我就无，我就无印象呢，一时啊想袂起来。好，好，了解。是，所以这个落山落雨就这个乌，好，爱读做落好，落领吼，落领，好，落领，好，了解，落领，好，继续，好，落领，头前有爬山嘛，了，后壁落领。嘿，爬山落领，迄个辽溪，迄个辽，辽溪就是涉水，叫做辽。哦，好，对，我来记起来，辽，辽，为啥应该是？有找着啊，好，有即个有真侪解说，嘿，好，辽是第五个解说，用这个汉字哦，竟然把真这个汉字摕来做动词用哦，竟然会甲读。哦，对辽啦，辽辽辽纸辽茶是这个动词无对啦，但是辽溪趣味头一摆哦。看到，嘿啊，对啊，我竟然毋知影是用这个动词，因为辽溪就那个溪切断啊，那做断那个辽有无锯茶有无辽纸这种意思就对啦。好，了解，好，辽辽溪，溪嘿。身躯艰苦，亚善伊也是无要紧，咱心的人袂堪得安尼受苦，受苦。好，若是解牧师少年的时，身体真勇，行路真紧，少人得会着，了解。故对袂伊着，得会着啊，是少人得会着，故伊所做是真必必切必切，好，今仔日必切也是观音，第四声毋是观音，必切，必切嘿对，必切必切，好，我记一个哦，必切必切，真必切，今仔日的工今仔日做，无留到伫明仔日，好，了解，这段你敢麦来读一遍？好，我读之前我想到拄则讲迄个投吼，投就是甲人投迄个投吼，投诉啦吼，投啦吼。我伫做囡仔的时阵吼，就学着即个词啊吼，所以即个词是我细汉的时阵吼，就听着吼，因为囡仔拢会冤家嘛吼，就会讲，是，就甲老师斗，就讲你甲恁母斗，还是讲你甲因母斗安尼吼，会安尼讲，阮常常安尼讲吼，比如讲我囡仔冤家啊，我走去斗阮阿姆嘛吼，阮阿姆讲你去，不，我去走去甲阮母啊翻嘛，阮母啊就讲你去斗恁阿姆听，意思讲你莫，我袂替你出头，你家己想办法就对吼。所以我定听即个道理吼。还是讲什么人甲我斗，讲恁后生甲就无乖，甲阮后生拍呢吼，就是自细汉就听着吼。了解。斗来斗去就对啦。OK，拄仔想着甲你讲，好来，这段我来甲读一遍吼。林内论做工伊真温困，对天光到日暗，含得休困。佮伊真话堪得受艰苦，也为得忍耐。出外设教，顺教会伊凊彩大。行路
吹风晒日，爬山落岭撩溪，身躯艰苦身躯艰苦也善，伊也是无要紧。男心的人袂堪得安尼受苦，若是该牧师，少年的时身体真勇，行路真紧，少少人缀袂着。佮伊所做是真迫切，今仔日的工，今仔日做，无留到伫明仔日。好，继续吼。是。好，后一段考仔，好了解。考仔，论团道理已经煞拍。好，这个是我记一个煞拍是。我嘛毋捌听过。迄啊，完全无听过，毋过听起来真趣味。煞拍，好，第二点无收，我来看。台语敢有煞拍？哦，有呢，毋過是攏是2000年的。了後教育部台語詞典有收煞拍，講是流調。敢是腔口的問題，佇迄個煞拍。有第二點收的音是第四聲，無怪第三聲找無。好，第二點是收迄個第四聲煞拍。第四聲。煞第四聲拍嘛是第四。煞拍 ，OK。煞拍，就是拍拼。嘿，是。講話真煞拍，做代志真煞拍。感覺迄個甲拍拼是無夠。迄個意思夠係啊，看原文。若講話真煞拍，若是講拍拼，是講話拍拼就怪怪。煞拍佇倒位哈？佇原冊遐煞拍。佇頭頂，嘿頂。你講是熱心。熱心，哪路？熱心哪路？熱心哪路？還是我去吼？我去メモ振らずに背を出す。講話真煞拍。いや、話が熱心だ。做代志真煞拍。仕事をするのに熱心だ。伊個第二點有收甲其他的音，其他音攝拍個煞拍。哦，好，等你再來講攝拍吼，我先看一下熱心。zealous, enthusiastic。所以無毋對嘛，是即個熱心的意思吼，那就是相關咱漢語熱心的意思。啊，講話真熱心，做代志真熱心。對啊，感覺到凡是甲迄個咱現代的解說用法是無共啊。真熱心，煞拍。好，咱來講即個攝拍吼。你講攝拍哦，你拄則是用冊台語還是用冊台語？伊第二點找迄個煞拍是煞拍第三聲是佇冊台語找到的。拄則佇第二點我是用迄個冊號 asterisk 去找
拍，吹好加拍，吹到煞的音。青和拍，为什么无青？哦，我用这个青的是日语的青啊。精工拍，不知道你拍情啊，跟这有关系？拍情啊，精工拍，精工拍，推拍，冤家不是甲人精工拍，这是冤家嘛，拍情啊，所以无关系啊。好，叫家叫拍合，工拍，杀拍。你看，你第二对无？你第二点伊的解说就是，我是感觉真有写甲无写差不多。伊若是伫煞拍迄个解说迄那，伊毋是种会煞拍。啊，毋过伫去找即个汉词，拢找无即个词，完全无即个词。杀拍，杀拍，讲话真煞拍，做代志真煞拍。所以毋是讲话真认真哦，是讲话真煞拍，讲做代志真煞拍。会真内心迄当然咱会当理解做代志真煞拍什么意思？讲话真煞拍是干哪？讲话真内心嘛是讲，我都理解迄个意思，系啊。好，咱继续看哈，看伊安怎来形容这个伊的口才。歹势，我拄则我好，先继续来看。好，后壁好，真煞拍好，听见的侪受感，听见的好，听见的侪受感动。侪人捌讲，我细汉的时，捌听见该牧师讲道理，伊所讲的，我较侪会记得。了解。捌一摆伫加拿大演说予三千外人听。讲了一个美国人起来讲，我毋捌听见安尼。即点若有啥物新闻记者笔记该牧师所讲的，我卖200块收伊。好，收伊好，叫一下收伊。好，这段你敢要来读一下？口才论传道理，伊真煞拍。听见侪受感动，侪人捌讲，我细汉的时捌听见该牧师讲道理，伊所讲的我较侪会记得。捌一摆伫加拿大演说予3000外人听，讲了一个美国人起来讲，我毋捌听见安尼。即条若有啥物新闻记者笔记该牧师所讲的，我要200块收伊。好，继续吼。好，另爱，应该是应该后边应该是第三声吼。另爱，好，另爱，该牧师真听我，毋是真听我。歹势吼，你调我会变调是仁爱吼，另外一种变调是安怎读？573是另外一种，另外是变第7条。仁爱，吼，歹势。
第三第五条要变第三也是第七。我惯势讲第七啦，所以我讲仁爱。你若惯势讲仁爱，我会讲好，第七声。第七声哦，好，仁爱，好，仁爱。你会讲第三声嘛？仁爱。嘿，好，好，该牧师真听我，毋是听我，即句话，好，即句话今仔日也常常听见。伊豆豆， OK 好。豆豆客量家己帮赞别人，好，迄个客量，头前是豆豆客豆量，豆豆。豆豆好，头前豆豆。毋过毋是爱变调，哈？豆豆后壁有接词啊，豆豆客量，嘿啊，客量。嘿，客量客量，是啥意思？我真正看无。客量。客量，哦，伊讲是迄个解说台语，毋知影咧讲客量，进前有客量就是足欠的就对啦吼。就是足欠，客量伊会食穿，客量军粮。哦，所以讲即个所在是客量家己，是客量家己的嘿，家己的食穿，好，了解。客量，豆豆客量。伊豆豆客量家己帮助别人。客量运分，咱学一下客量吼，客量缩减，就是节约经费吼，叫做客量。客量伊会食穿，客量军粮。后壁就是客量运分，客量日息，客量年岁。年岁，哈哈，了解。客量，客量军粮。伊即只解说叫做缩减吼，但是我认为你若伫华语内底，你华语的另外一个翻，毋是啊，应该是讲华语的讲法会安怎讲？你知？苛刻。哦，是。华语会用苛刻即个词。苛刻军粮。迄个苛刻，所以迄个苛感就是了解意思。有印象嘿。华语会用迄个苛刻军粮即种讲法吼。嘿，是客量。就是客量吼。是。我看一下原文。苛刻军粮吼，客量军粮。客量。是玻璃多路。修的是。客量伊会食穿，客量军粮。客量运分。客量过来是这个经费缩减吼，客量日息，客量年岁。OK 好，所以客量无一定是负面的啦吼，就是伫遮拢较正面的意思啦。再对遮好。好，继续吼。客量，伊豆豆客量家己帮赞别人。了解。有时责备，有时安慰，有时苛刻。了解。拢是看入别人。好，所以迄个看入别人。跨滤啦。哦，了解。看入。哦，好，等一下。看入哦，伫第二段修的音是 LU，毋过即个所在写 JU。
对啊，应该是应该了解 LU 如跨路，应该是跨如跨路啦啊。我唔知是毋是因关系，甲即个 L 发做 J 哦，变做跨入。嘿，嘛是有可能。好，继续啊，跨入，拢是跨入别人。 J 敢有即个事？无嘛？我认为是伊谈对应该是 L 加对。对。好，好，继续。爱大家跨入别人，爱大家好。所做拢无用，什么外貌？外貌什么意思呢？外貌无和用外貌什么关系？外貌有什么爱大关系？家好，所做拢无用外貌，和外貌什么关系？啥一个？无啊，外貌无别的意思啊，外貌就是外貌啊。对啊，外貌啊，外对啊，貌第七声嘛吼。对啊，对啊。我有写唔对。外貌来做代志。好。MAU 嘛吼，第七声外貌，那是什么意思？无了解即个路，即个理路是咧，为虾米会安尼用？好，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好。仁爱。该牧师真疼我，即句话今仔日也常常听见。伊豆豆刻念，家己帮赞别人。所以拢爱变调吼，差不多练过吼。伊豆豆刻念家己吼，即个念嘛爱念变做变调吼。伊豆豆刻念家己帮赞别人，有时责备，有时安慰，有时苦劝，拢是看入别人。爱大家好，所做拢无用外貌。伊意思是讲，伊所做毋是干那伫外表啦，是真心的啦。了解。好，继续吼。好，伫台湾头尾30年，该牧师倒去加拿大2摆。头一摆伫1880，敢是安尼读？1880。1880。1880。倒去教会不知大欢迎义。1880就是讲，甲即个8字头前对中变成2长就对啦。嘿，是听得出。嘿，1880。嘿，是。嘿，1880。倒去教会不知大欢迎伊。请伊去过演说。拜堂坐演说。嘿，演说。你听你读做 SOAH。好。演说。演说对哈。因为你读做 SOH 会变成结束，演说的表演结束叫做演说。好，是。会误会去。是。好。演说。对。拜堂坐到无位，迄时对 Queen's 大学得到升学博士。是升学博士。所以跟这四个字爱分开。升学爱变调，升学博士。学博士吼是升学博士。好，搁为着伊讲明异邦的什么消息好，异邦的消息，教会暂连较向前。这个暂连较向前敢就是进步的意思。是。好，安尼了解。向前进步，变来讲较向前进步。是进步，但是向前就是向前行意思。对。
嘿是了解。这应该算是一段，你敢要来读一段？好，较向前吼，我认为是较有较 positive，毋嘿是较 progressive。哦，嘿哈，嘿嘿，所以我的感觉是安尼，就是较 positive，毋是较 progressive。哦嗯哦，好，当然嘛，你要理解个 progressive 嘛是会使啦吼。哦嘿，我认为是3年较向前，就是较 positive 安尼。好，来，伫台湾头尾30年，介牧师倒去加拿大2摆，头一摆伫1880，倒去教会不止大欢迎伊，请伊四过演说，拜堂坐到无位。迄时对 Queen's 大学得到神学博士，佮为着伊讲明异邦的消息，教会3年较向前。好，了解。敢要读后一段？好。教会毋是好宣道会，演文好。演文每年，听演文是啥物？唔知啊。好，来看有无？唔知有太薄无？嘿啊，演文。有呢，就是现金的意思。哦，现金。现金，原来有这个讲法。现文就是捐献的银尔，敢是安尼讲？捐现金哦 ，OK， 所以是你发音才对。现金，嘿，所以讲银就有迄个捐献的意思。捐献，这个银字到底是做一个银啊？银会有伫台字顶用银高字有找到，就是画银迄个银。哦，OK，回想无？回想咧画银迄个银，原来是这个。好，银银，嘿，好，个继续宣道会演员每年加顶杯，好，加顶不是歹势，顶杯好，加顶杯，了解。加倍意思吼，伊华语就是讲，好，加顶杯。是三顶埔迄个顶啊，吼。嘿，是，好，顶杯，第100，嘿，第193。你读做 PAK 去啊？PAT 100。嘿，对。193年，搁再倒去，伊游玩真辣。这个人是真辣啦，吼。真辣，好，真辣。报扬台湾的消息。好，这个报扬差不多会使，你讲就是报告宣扬，这个意思。报扬，好，这个我来记一个报扬。好，报扬台湾的消息。好，记好啊，好，继续搁一摆，互教会的心什么？心志，好，所以后壁迄个是第三声。心志，教会的心志。第二，所以讲拢是第三声。第二帮，二帮。搁一摆，互教会的心志第二帮。教会的心会当 focus focus 啊，了解。是，好，对安尼宣道会的演员
也搁顶杯。你有注意到无？这个真趣味，伊头顶迄头一摆出现顶杯是第5条，后调，所以讲是迄个8部腔的变调，拢变调变做第3条。应该是拢第5声啦，顶杯嘿，顶杯好，每年夏天几若万火，安尼真好。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好，宣道会演员每年加定碑，伫1893年，搁再倒去，搁再倒去，以有缘尽力保养台湾的消息。搁一摆，互教会的神志第一伫远方。对安尼，宣道会的演员也搁定碑，每年加添几若万。真好，这钱到尾拢走转来台湾，走转来台湾。真好，好，继续。教会也经伊，教会也经伊做加拿大长老会的总会长，就是教会内第一尊贵的位，了解。第195，国倒转来台湾，迄时因为扰乱的时代，四界拢是土匪，伊大跨路，这个所在迄个跨路就写 LU， 大跨路，因为教会拄着艰苦，拍线去真济，拍线去真济，好，总是拍线去，所以咱变拍调。线去真济好，安尼会使啦。那应该是咱平常惯是读本调甲轻声对无？对，嘿，所以我才读做拍线。系啊，是好，拍线去真济。但是因为后壁佫真济，所以变成拍线去真济对啦，你安尼读是对啦。真济好，好，总是伊佫出力料理教会，是出力吼，出力，你读甲出力有一支啊接近 LAK 啦，但是嘛毋是。不要紧，就是迄个 T 的音较明，较明。不要紧，见拄着我就好，会该提醒，好，出力久的关系，爱加读。迄个 T， 好，了解。本来这段我来读一遍吼。好，教会也经伊做加拿大长老会的总会长，就是教会内第一尊贵的位。伫1895，佮倒转来台湾。迄时因为扰乱的时代，1895嘛，就是战争嘛，日清战争嘛，四界拢是土匪，伊大跨路，因为教会拄着艰苦，拍线去真济，总是伊佮出力料理教会。好，继续吼，后一段，第1900，也是1900，应该袂讲1900，就变成拢连做伙啊，吼，拢变掉1900。1900，好，1900，落尾拜，好，伫1900落尾拜去顺教会，要离开大马鞍，好，大马鞍通社的边
边部送伊到船。好，了解意思。好，大妈因伫啥所在？等下过来看。好，伫山坡。伫山山坡坡。山坡，山坡。好，山但是坡。无写坡写山坡，嘿，山坡是啥物咧？山不知坡。山坡山坡，应该读做山坡，伊伫山坡。山坡。嘿，啥物？山坡。好，山坡。有呢，山坡伊讲是山诶 sandy plain。你伫倒会出着？伫台里顶嘛有，伫吹台记嘛有。 S 山坡台里顶都有烧 SPPOU 山坡。 POU 哦，山坡当然我知啦。哦，山坡我知啦，但是山坡我都毋知，但是有可能是伊台步啦，而是伊毋对去啦。即个所在应该是迄个应该爱加一你讲的敢就是迄个长音甲短音的差别 O 甲 OU。无，伊是坡，伊是 PO，毋是 POU。系啊，是啊，毋过就是你有看山坡伊后壁有一点，毋过迄个点毋是点伫顶悬，是点伫着位啦。系啊，我有应该是安尼。哦，好啦，点着位嘿。厝边山坡啦，山坡就知啦，山坡就就食即个世上普通的一个词啊，名是山坡。好，伫山坡边部囡仔大细徛咧吟诗。迄个吟诗敢是我想的迄个吟诗？吟诗就是错对啊。但是吟诗伫教会内底讲吟诗，就是唱圣诗，叫做吟诗。原来如此，我就想讲，迄个囡仔伫咧吟诗是足华丽的代志。好，所以个诗毋是迄个诗，是 psalms。对。好，我来记一个，是即个诗，吟诗。好，第二吟诗，该牧师看因新闻流目屎，心肝在，心肝在，检菜无机会，通过三件。好，其他拢了解，毋过迄个心肝知，迄个知敢是知影的迄个意思，知影检菜无机会，好，是知影的知嘿。心内底知嘛吼，心肝知。伊就知影讲啊，以后就后摆检菜无机会个见面。嘿，对。对，安尼就了解啊。好，这段你甲来读一下。等下那查一下大马烟，你是马烟，所在大马烟捌听过呢。大马烟，讲这所在。应该有，也是古时的地名的款。我来看嘛，看进前找迄个表，是伫倒位大马烟。大马烟讲是，我看卖头城镇竹安里。OK。你的表敢袂当搁打笑，我袂记伫倒位啊。好，我搭伫老围迄啊。头城是伫倒位，敢是伫头城，宜兰对。宜兰的头城遐。大马烟好，头城吼，大马烟。头城，好，我甲头城，头城敢真正是伫宜兰。敢有别位？我是毋确定，好，应该就是遐吼。是遐头城镇啊。是，就是头城，就是宜兰嘛。宜兰好。宜兰头城。好，所以讲迄个所在有真侪边埔人。对，宜兰边埔应该袂少。好，真好。
真正是学历史甲地理较济。对啊对啊。好，咁继续吼。我真正唔知即个所在吼。好，好，来，咁继续。我来读一遍吼。哦，对，这段你也读一遍。好，1900，落尾摆去顺教会，要离开达马因通社的边埔，送伊到船，伫沙埔边埔囡仔大细，徛伫吟诗。该牧师看因新闻流目屎，心肝知咸菜无机会通过三记。好，继续下一段吼。是。倒转到厝年，伊已经无声，因为若后有病。OK，即个厝年吼，一般会后壁读轻一般会声嘛，较轻声，系啊，对啊，厝年，我就感觉厝年，拢系啊，爱读分调啦吼。一般安尼讲，因为讲厝年，大家讲较听无，厝年都有啦吼。厝年，嘿。无久去香港找牛的医生，也是无采工。伊的病哪当倒伫眠床，毋是倒伫倒伫眠床，倒伫眠床，几若月，几若月日久，几若月日久。好，几若月日久，所以讲即个所在几若月日，敢真正是照字面的迄个讲，真正有几若月，也是月日，就是日子的意思。几若个日就是好几个月。好几哦，几若月的意思，月日啦吼，日是台语加一个日历吼，几若个日，几若个日吼，我是讲几若个日吼。月日哦，好几个月的日子啦吼，你若要解说清楚一下呢。好几个月的日子吼，几若个日。好，啊，毋过就是共款是讲月的意思，几若月，几若月。对，几若个久啊，但是台语会插一个日伫遮，因为月甲久直接讲的，感觉怪怪吼。几若个日久安尼都较顺。好，了解。几若月你若后壁无久。后壁无迄个句字讲啊，倒伫面床几若个月吼，几若个嘛无会讲几若个啦，因为你要有一个量词嘛。是。啊，但是你若讲几若个日久，就免量词。是几若个日，不过日久。好，几若个日久。随望安尼，伊也是跨入教会，常常爱知有甚物消息。若是伊的病，哪当哪后，即个所在，迄个两个哪后又是飘无共的声调啊。顶头是第七声，即个所在是第五声啊。好，哪后第五声，哪后第七声啦，啊，可能是应该是第五声哪啦吼。哪后嘿，哪后袂话出声，身躯一发乱碌，了解。伫伊的身边，伊的学生几若人咪力照顾伊，毋是照顾伊，吼。你即个敢会读轻声照顾伊？也是拢有照顾伊啦，啊，照顾伊嘛是会使啦吼。啊，就是伊就写照顾伊啊，咱就只好读照顾伊。就叫伊写诶，就叫伊写读就是安尼。啊，但是你若读照顾伊，咱嘛是嘛听有嘛，就是咱知影意思。就是若是讲咱世上诶讲话，平常时讲话是讲，敢是轻声较侪？较讲会安尼讲诶，讲面子照顾伊，照顾伊，嘿是。好，到第6月日6月2日
6月2日1901，所以讲6月2日就是 June 2nd，敢是这个意思？呵呵呵。哦，因为讲我之前听过一个讲法，讲是咱用台语咧讲日期的时，就是定定是袂讲倒一日，会讲出来讲，讲着数字就好。哦，像讲今仔日是5月29，对无？那就是之前我听的讲法是讲，伊讲迄个朋友讲，咱袂通常是袂讲今仔日是5月29日，拢会讲29尔，5月29。是。你敢有听过这个讲法？这敢是共款，甲你的用法？对，咱拢讲正月初三、14、14、14、15、8月15，吼。所以讲袂讲15日，拢总15尔。你讲这大家嘛听有啦。我听有，就毋是惯式的讲法，就是啊。咱讲话较感性，袂拖刷刷加一寡有会出来。了解。所以讲这个係对啦，会当省就省啊，但是你无爱省嘛，是无人讲你毋对啦。嘛是了解意思啊，所以讲这个所在。8月15號、8月15日、8月13日、8月13號，攏是會使，毋是袂當講你。13號毋對，袂當講你毋對啦，嘿，只是你無甲感受。只是講，是了解。所以講，較數上講話就是今仔日5月29，咱就甲反勢講29，還是28。安尼就袂講29日、28日。聽有講，我袂講袂講啦，吼，應該講，較少人講，嘛袂講較少，對啦，無毋對，較少人講。我的意思就是講，迄是一種感性的講法，並毋是講一定安尼就是叫做對啊毋對。了解你的意思，好。啊，大家攏感性，你嘛袂當講無感性的人毋對啊，因我無感性啊，就是安尼嘛。我的意思。了解。感性的講法，毋是講安尼對啊。一定正確，是。對。了解。哦，是後壁一隻所以講這個冊，等來冊這句就是到底6月2日，所以講若是按照較數上的講法，就是敢會講6月初2。就一般的都安尼講。講一般是講一般是講6月初2。好，1901。1901。好。你咧頭先1901嘛會使啦，吼，因為都叫1900，吼。900，係1901就是2222讀安尼。是2222，所以講數上一般是零分開。一般攏分開啦，吼，1900嘛是會使。是。但是19甲00分開嘛是會使，我嘛袂用咧講袂，吼，1900。但是我關係講，頭先1900就是攏連做伙啦，因為1900我就連做伙讀安尼啦，1900。關係連做伙。但是1901我佫開始分開啊，就是22讀啊，即含美國人、英國人因嘅讀法，一啲相像，因攏關係讀1901嘛，安尼讀法咧。是。好，1901上帝。上帝警調伊的靈魂。這敢有迄個定就是有2個伊警調伊的靈魂。應該是加一字出來，嘿，警調伊的靈魂。警調伊的靈魂，就安尼，就緊誒。1901個性的吼。是1901個性。阮阿公也未出世嘅，阮阿公1908年出世嘅。08年吼。這段你敢捌咧？08啦09我袂記啊，因為身份證寫民國03年，到底是08啦09。是啊。03年是什麼？1912是民國元年。
前一年就1911，前年1909啦吼，阮来讲1909年出世。好，来我来这段我来读一遍吼。倒转到厝呢，伊已经无声，因为若后有病。无久去香港找猴的医生，也是无采工。伊的病哪重倒伫面床几若个日久。虽讲安尼，伊也是看入教会，常常爱知有啥物消息。若是伊的病哪重若后袂话出声。身躯一发软弱，伫伊的身边，伊的学生几若人每日照顾伊。到伫6月2日1901，上帝警掉伊的灵魂。好，拄好10点半，拄好，好，安尼咱读到遮啦吼。好，拄好读到该无输个性，该无输个性，所以等于是甲伊的即个伊的生平小简单介绍一下尔。好，也应该是教会历史，咱佮继续来读啦吼，因为这趣味内底足侪历史地理通好学吼。学着迄个大马恩，大马恩，跟住大马恩，大马恩吼，是第2条大马恩，是大马恩，好，好，咱就后礼拜继续，后礼拜继续，好，多谢，晚安，好，晚安。